欢迎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上个礼拜啊，我到客家庄啊，我喝到非常好喝的汤品哦，那就是呢老菜谱炖鸡汤了。而说到了这个老菜谱啊，它可被称为是穷人人参哦，人参就是拧参，人参啊就是拧参哦。那么早期啊，客家人把吃不完的萝卜，把它做成了萝卜干，萝卜干就是萝卜干了。那其实呢，老菜谱炖鸡汤它的做法也很简单哦，先把老菜谱炒香之后呢，加入米酒跟鸡肉，另外别忘了加入香菇还有枸杞哦。香菇就是香菇，香菇啊就是香菇。那么其实啊，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老菜谱被称为穷人人参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老萝卜干本人安多，穷人人参。老萝卜干本人安多，穷人人参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您快来品尝这有穷人人参之称的老菜谱。敏华，欢迎来新竹找我，带你来吃新竹最有名的老菜谱鸡汤，它可是用肉萝卜干来熬制的哦。啊，你刚刚说的老菜谱鸡汤啊，我知道它的口感可是一绝呢，谢谢你哦。哇，黑色的汤哎，这汤头看起来好浓郁哦。来喝喝看，喝喝看，怎么样？好喝吧？真的很好喝哎。这老菜谱鸡汤呢，果真很美味。不过老菜谱到底长什么样子，我还真的没看过哎。你看，这就是肉萝卜干，它被客家人称为黑金，又称为穷人人参哦。哦，穷人人参啊。平常都喜欢喝穷骨给汤，那偶尔也可以喝喝看老菜谱鸡汤哦。这老菜谱炖鸡汤只有一个字：赞。除了送他一个赞之外呢，我告诉你，他还很有智慧呢。你想想看哦，把吃不完的萝卜存放起来，就变成了美味食材，是不是真的很有智慧呢？所以啊，它到最后变成了老菜谱，滋味真的很棒。不过之前呢，这个萝卜干也很重要，就是萝卜干了。萝卜干就是萝卜干了。那其实哦，萝卜干放久了就变成老菜谱了，它被称为是穷人人参，人参就是拧参。拧参就是人参哦。那么其实啊，要做这个老菜谱炖鸡汤啊，它除了要加入老菜谱鸡肉跟米酒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食材不能忘记，就是香菇。香菇就是香菇了。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这一整句话呢，就是老菜谱被称为穷人人参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老萝卜干本人安多，穷人人参。老萝卜干本人安多，穷人人参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就带您好好的来喝一下这美味满分的老菜谱炖鸡汤。